有民众伫诚品册店买一本名号做阿强拍来要安怎的册，结果随去接到电话，是有中国腔的人员打电话来问讲，想要了解伊册看煞的感想，佮讲对方佮讲中国一定会拍台湾。针对伊的个人资料奈外泄，数位部是要求诚品册店爱提出说明。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嘛强调讲，这个案牵涉到中国的认知作战，所以政府一定会查明。数位部伫今仔日嘛配合警方去诚品册店进行调查。国内连续民众因为网络买物件各种外泄，互人骗去的情形，暗过杨小姐伫诚品的网络册店买阿强拍来要安怎的册了后，才接到自称诚品册局客服人员的回访电话。杨小姐讲，过程亲像中国统战电话，对方有中国口音，问伊读了后的心得，伊回应了后，对方一直反驳，讲中国一定会武统台湾。中国那边有飞弹直接过来，台湾就会直接投降什么的。所以现在中国方面他的军事实力是很强的，我们台湾这边根本就抵挡不住他们的进攻，地方面都没有中国的一个省那边这么大海。阿强拍来要安怎？这册是由台湾学者沈碧荣等人所写的，希望透过文字研判图对台海军事危机的要件，佮培养全面的认知战略。杨小姐认为，对方有强烈的统战企图，一直灌输伊对中国有利的观念，亲像认知作战。开始就很清楚，他们是要这本书观后感。如果从这点来想的话，他们可能是在做台湾的舆情调查，真的完全没有问我的个资，就是一般诈骗会问个资，他们都没有问，一直要反驳我，一直要说中国很好啊，然后就开始讲美国不会帮忙，台湾会被武统。数位部数位产业署表示，根据告诉法要求诚品说明清楚，陆委会人员是联络杨小姐，了解代志经过，调查清楚告诉为什么会安尼用。外泄的途径我们会查明清楚。另外，如果有用个资做这个假借民意调查，进行政治上的认知作战，那这个是新形态的状况，我们会加以这个调查重视。行政强调，个案有牵涉认知作战的问题，外涉途径一定要查明清楚。这规定爱在3工之内完成行政检查，数位部请诚品提供资料，人员也配合调查。那假是有各种外泄，会进行行政裁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